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份中山大学上新的研究，讲随着地球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，使得海水来酸化，嘛影响到草虾口感甲外观愈来愈差。这个研究唔但登就国际期刊，嘛咧提醒大家，地球暖化增加速度在威胁人类。 阿公讲的草虾芳上刀，片起来有够芳，这个滋味互人真正真难忘。不过你敢知影，草虾好食还是歹食，未来可能甲地球的暖化有关系。43分钟。国立中山大学将2颗无共酸碱值的草虾煮熟了，互40个人做试验，口感差认真。PS8的虾呢，它就比较甜。 先将草虾分做2颗来试，一颗是正常海水，酸碱值是8；另外一颗是模拟酸化后的海水，酸碱值是7.5。经过一段时间了，无论外观、口感，这个酸滑的草虾口感差真多。那我们每一年大约排放了300亿吨的二氧化碳，会溶解进入海水中，它就会让我们的 pH 值降低。 研究团队表示，讲海洋酸化影响到海产的滋味，同时造成草虾较咬死。 就存活率没有海水酸化是比较好的，有海水酸化的是比它还要差不多低13%左右。这个研究伫国际出名的期刊《科学报道》有刊出来，上个要紧的是，希望就这个实验，让大家体认到减碳的重要性。大海中生物的变化，最后嘛是甲人类生存有密切的关系。